个观念已经改变了。虽然还是需要人情上的接触，但是呢，这个毕竟呢，时代潮流已经不是主流。哦，每天出去2个小时这种观念，这个真的是不是符合现在的？观看次数4亿多次哎，那么你这样辛苦劳累，很厉害。没有得到什么成绩，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在一个定点上，好好的在发挥几亿一点的功夫呢？解答他人的功夫啊！所以我们现在讲己律立人，每一个人应该找出他的立足点，起码让自己呢可以安身立命，可以呢顶天立地。那孔子30岁而立。